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12月初5。今日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马太记书》第3章第5节到12节，《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到18节。今日要给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管，或者是献。有真侪人将管甲献变甲真乱用毋对去，所以咱常常看到人会写讲管献啦但事实上，对文字的了解来看，管甲献是无共款意义啦无论是咱讲对中文也好，还是对英文来看，现代中文译本《马太记书》第3章第6节迄个标题写1/10的管献，基本上这毋是真好势的翻译。咱若对迄个英文 NIRV 的标题来看，伊写讲 "Do not steal from God"。新台语汉字的翻译嘛是标讲毋通偷摕上帝的物。如果咱用这个经文的前提做基础来看，基督徒应该是爱献予上帝，因为马太记书的基础嘛是安尼讲着爱献予上帝的恩典啦管靠迄种对顶悬下骹迄种帮助者需要关乎迄个需要迄种人的优越感。马太记书第3章第5节到12节经文安尼记载：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徛出来伫恁面前施行审判，我要赶紧做前控告遐的行邪术、犯奸淫、滥杀咒詛的人，剥削工人的工钱的，欺压孤儿寡妇的，枉屈出外人的，就是所有无敬畏我的人。因为我是上主，我袂改变，所以恁这的雅各的子孙袂灭亡。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恁对恁祖先的时代开始，恁不时违背我的规例，无得遵守。当恁着归顺我，我就转向恁。毋过恁问阮要安怎归顺你？我问恁，人偷摕上帝的物对无？恁竟然有人偷摕我的物，恁问阮是安怎甲你偷？恁就是无照规定奉献1/10甲其他的捐献，恁拢会受重的咒诅，因为恁全国拢在甲我偷。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恁着将1/10奉献全数摕来放伫库房，安尼我的圣殿就有够额会食物来试看我会为着恁开天窗，将福气拼落互恁还袂。上主万军的统帅佫讲，我要阻止草莓毁坏恁土地的出产，佫要互园里的葡萄园结真济的葡萄。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安尼万国拢会讲恁上有福气，因为恁的地会互人伫遐安居乐业。基督徒的信仰态度动机是毋是正确，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如果咱确认奉献的态度，就会用谦卑的心志来服侍上帝。如果咱的态度无正确，就会骄傲无顺服上帝。保罗写予腓立比第9教会的批信就安尼讲，腓立比书第1章12节到18节兄弟姊妹，我爱恁知我所拄着的代志，颠倒互福音更较进展。你到王宫的全体敬畏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拢知影我关家是为着基督的缘故。
真侪兄弟姊妹嘛，因为我关家伫主内面搁较确信，搁较好胆，无惊吓来传上帝的信息。有人传基督是出自怨妒甲好争论，嘛有人出自好意思。这个人是出自疼心，知影我受任命是为着福音辩护。另外，遐个人宣扬基督是出自野心，动机无纯，想要趁我关家的是加添我的艰苦，安尼有甚物关系？是假意还是真心？无论是安怎，基督受传开，我就着安尼来欢喜。奉献是出自诚心实意，出自甘心乐意，是为着感谢上帝的恩典，享受上帝的恩典，专心来奉献，毋是用骄傲态度来管好上帝，管好教会，管好善车人，甚至借着宗教的名义，为着家己积足好康。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就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甲咱设立一个有大气力的拯救者。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嘴应允讲，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伊应允要任命咱的祖先，各为记得伊所立神圣的约，就是伊对咱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互咱无惊吓。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伊，世间你会互人称呼做至权上帝的先知，因为你的最主的先锋来准备伊要行的路，互伊的子民因为罪得到赦免，通明白上帝的拯救。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伊互清早的日头对天顶照咱，叫咱才会踮伫黑暗甲死亡阴暗的人，引带咱的脚行入和平的路。恳求上帝赏赐你的恩典，互我明白服侍必须爱是甘心乐意、诚心实意来献家己，来献上时间、能力，甚至是金钱。因愿是先得到恩典，然后受呼召来献家己服侍上帝。求主帮助阮成做迄个好个尽忠的仆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